Hello，大家好，我係梁榮海 Matthew，我係第二屆海醒提體育口述影像嘅學員。唔經唔覺，其實原來我哋由2022年嘅年中咧，正式去參與體育口述呢一個嘅服務啦。不知不覺間，原來已經係3年半嘅時間啦。同大家一齊，應該我自己都睇咗好多唔同嘅體育嘅比賽啦，參與咗好多場嘅體育口述嘅服務啦。當中最大型嘅一定係我哋能夠有機會講到世界盃講到歐國盃嘅賽事，透過網絡嘅平台用聲音去為大家去陪伴大家去睇好多場嘅呢啲咁大型咁精彩嘅賽事，亦都有一啲叫做好專業好有經驗嘅前輩同我哋一齊去參與呢個咁大型嘅運動，係好難得同埋好珍貴嘅嘢，因為我哋有機會能夠參與啲咁大型嘅體育比賽。亦都好有幸能夠同大家一齊去到現場去睇好多喺我哋香港去搞嘅一啲嘅體育比賽啦。睇得最多嘅一定係我哋港超聯嘅比賽㗎啦，同大家一齊去到旺角場去到現場去感受嗰種體育嘅 vibe， 係嗰種感覺係完全係唔同嘅。亦都有同大家一齊去到睇好多大型嘅比賽喺香港舉辦嘅，例如我哋去到紅館睇羽毛球嘅比賽啦，睇呢個女排嘅賽事啦，去到今年我哋第一屆喺啟德體育館搞嘅女排聯賽，又係另一種唔同嘅感覺嚟嘅，好震撼嗰種感覺。你問我自己最深刻最難忘，一定係有一年最後一次喺大球場同大家睇 Rugby 7嘅比賽。帶住一班我哋視障朋友仔，我哋幾十人一齊去到現場，分幾日去睇Rugby 7嘅比賽。我好記得我哋 final 最後一日臨走之前呢，我記得有幾位嘅視障朋友仔，佢哋不斷同我哋多謝我哋，好感激我哋能夠令到佢哋第一次可能嚟到現場去感受去欣賞，哇！原來 Rugby 7係咁正嘅，原來現場嘅氣氛係咁不得了嘅。咁呢個就係我哋當然我哋聽完佢哋好感激嘅聲音之外，其實我哋都係覺得哇好感動，因為其實我哋雖然未必真係好熟悉欖球嘅規則，或者我哋好熟悉呢項運動，但係我哋能夠將現場嘅一啲嘅氛圍發生緊嘅事，係嘛，同大家一齊去表達，令到大家都可以一齊去欣賞同埋去感受現場嗰種嘅震撼感，一齊去參與呢一項嘅體育比賽係相當之難得，亦都係我哋參與可能係體育口述影像服務最珍貴嘅一樣嘢，係啦。咁之後亦都有機會同大家一齊去到更加多嘅唔同嘅平台去睇一啲嘅比賽，例如我哋24年嘅巴黎殘奧嘅比賽，能夠去到港台同大家一齊，真係喺電視入邊，大家可以聽到我哋嘅聲音，聽到我哋體育口述影像嘅聲音。呢個係一件又係另一種新嘅突破，對我自己嚟講。去到今年，雖然自己未必因為工作關係未必參與到今屆嘅全運嘅體育口述影像嘅服務，咁但係我哋見到就係喺36台能夠一撳到就聽到我哋體育口述影像嘅聲音嘅話咧，亦都係一個新嘅一個突破啦。咁再到近期，我覺得一件好深刻，我自己好難忘嘅就係最近我哋去到啟德去睇港隊對新加坡呢場嘅亞洲盃外圍賽嘅比賽。同樣地對我自己嚟講，亦都係一個好震撼嘅經驗，就係我哋原來喺啟德嘅體育嘅運動場入邊，我哋有一個屬於我哋體育口述影像嘅一個房間。其實我哋隔離嘅房咧，就係大會評述嘅幾位前輩佢哋喺現場講波嘅地方，係嘛？當我第一下入到去見到嗰種嘅感覺，我哋有屬於我哋自己嘅體育口述影像嘅一個設備嘅時候，我覺得哇，真係好不得了，好正嘅感覺。亦都係好有幸能夠同子俊咁專業咁資深嘅前輩一齊去同大家去講一場嘅港隊嘅賽事。其實我哋都係見證住我哋體育口述影像嘅服務不斷嘅有新嘅突破，係嘛？亦都係有更加社會上更加多嘅聲音去聽得見我哋
係咪俾到更加多嘅平台，大家一齊去欣賞更加多唔同嘅體育嘅賽事。咁所以呢一個嘅經歷，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得同埋深刻嘅，係咯。所以就好希望接下落嚟嘅我同大家繼續去透過聲音去欣賞同埋享受更加多嘅體育嘅賽事，係啦。Thank you。大家好，我係開聲睇第一屆嘅口述影像員阿鐘。咁咧呢幾年啦，咁可以透過開聲睇係去為視障朋友提供口述影像咧。咁其實成件事咧係可以話係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嘅。咁本身其實都冇咧，就係預期咧會有咁多嘅參與啦。咁同埋咧有機會咧係去真係可以去描述咧咁多樣唔同嘅體育項目嘅。咁我自己咧諗下咧，其實都好似覺得就係唔同嘅體育項目咧，好似都有機會咧，就係去提供口述影像。咁亦都係一啲對我嚟講係好新嘅嘗試啦。咁無論係喺網上面做一啲嘅直播，可能係世界盃，又或者奧運，又或者可能係網球大滿貫嘅賽事啦，又或者喺香港唔同嘅體育場地去帶住視障朋友親身入場去一啲賽事入面去欣賞。咁之前有入過係譬如話足球啊，最近嘅全運會啊等等，咁咧都係一啲好好嘅體驗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機會就係同視障朋友咧係去體驗一啲咧比較新嘅運動項目，又或者係即係喺香港冇咁熱門嘅一啲嘅體育項目啦。譬如就係話之前嘅棍網球嘅賽事等等。咁係啦，本身都冇諗過會有咁多唔同類型嘅體育項目。咁亦都包括係一啲咧自己之前咧比較少接觸嘅運動項目啦，咁都好高興有機會咧係可以透過口述影像咧係去親身參與，咁同埋咧亦都咧令到自己咧可以即係多啲認識，同埋咧就係去參與口述影像啦。咁就係咧用我哋嗰個語言啦，我哋嘅聲線啦，係去描述體育賽事咧究竟發生緊咩事，係去俾視障朋友去知道。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加投入呢一個嘅體育賽事，咁唔係淨係停留喺場波究竟幾比幾，邊個贏咗，邊個入波等等，咁而係咧係真係會講到究竟呢一個入球究竟咧成個組織係點樣樣，究竟球波係點入得幾靚，又或者就係話其他賽事比分咬得幾緊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要透過我哋嘅一啲嘅好即時嘅語言啦、描述啦，係去話俾視障朋友聽，究竟咧呢一個賽事究竟成個發展係點樣樣，咁令到咧係喺體育賽事入面啦，可以真正做到共融，咁令到視障朋友可以更加投入同埋細緻咁樣咧，係欣賞每個嘅體育賽事。咁另外啦，亦都好高興咧，就係喺呢幾年見到就係越嚟越多唔同嘅體育賽事嘅主辦單位都有留意口述影像呢一樣嘢啦，開始揾開聲睇去提供服務啦。咁亦都口述影像最近係即近呢幾年啦，開始喺譬如話香港電台都有見到，咁咧令到可以有更加多嘅人咧係去認識口述影像。咁仲有就係咧，亦都好開心啦！就係呢幾年咧，可以同視障朋友咧一齊見證到香港體壇嘅發展啦。咁喺奧運會啊、殘奧啊、最近嘅全運會啊，又或者其他嘅體育賽事等等咧，咁都見到香港嘅運動員成績越嚟越好，攞到越嚟越多嘅獎牌啦，又或者咧係一路咁樣咧破到唔同嘅紀錄。咁同埋咧，最近啟德體育園咧亦都正式啟用啦，咁令到咧視障朋友咧係可以更加投入喺個賽事入面，喺一個嘅氣氛更加好，亦都喺一個嘅口述影像嘅設備啊，又或者空間咧更加好嘅情況之下咧，令到咧就係視障朋友咧係可以更加咧係去投入呢一個嘅賽事。咁仲有啦一啲個人層面嘅嘢啦，咁亦都好高興透過今次嘅呢一個嘅參與，係可以識到一啲新嘅朋友啦。咁同埋咧，亦都令到自己咧喺去睇一場波嘅時候咧，比以往咧係更加多留意運動員佢哋一啲細微嘅動作啊，又或者係面部表情啊。又或者咧係去睇可能係一啲自己本身冇咁熟悉嘅體育項目嘅時候咧，都掌握到多一啲嘅球例，又或者係一啲球員嘅戰術啊，又或者係打法啊等等，咁咧係可以咧從一個新嘅角度咧係去觀賞個賽事。
亦都希望啦，可以喺將來咧繼續咧就係為大家可以提供口述影像服務啦。咁同埋咧希望可以配合到更加多嘅科技，咁令到咧視像朋友可以更加立體、更加多方面咁樣咧係去欣賞到咧唔同嘅體育賽事。